这个有来台湾唱过三木客。这个是对唱的版本哈，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合唱的藏南版本。所以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资源。它是先有歌词，然后再翻成藏文的。时间有限，其实我准备很多首歌哈，有7首要现场演唱。那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但没有关系，我还是大约介绍一下哈。那在第4期跟第5期中间呢，我有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哈成立一个频道，然后把我们每周上课的歌曲呢PO在上面哈，那它是长这样子，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哈，然后里面呢有这个目前已经有131个影片在上面哈，然后呢这个最初我是想给那个不能来上课，比如说阿妮啦跟阿月师姐哈，但还是报名来护持的同学们能够在家里自习。因为我觉得网络上上课也是我未来可能一个趋势哈。当我退隐的时候，好，然后呢也能让来上课的同学回家复习，因为多半上课你唱一次回家可能会忘记它的曲调哈。然后但是迎面而来会面临的是著作权的问题哈，因为不只是所有的歌曲一定必须要载明出处，而且不得任意编造，而且 MV 的图片也不能擅自取用别人的图片。所以呢同学们忍耐一下，我只好将就用我自己的照片，这样就没有著作权的问题哈。好，那目前我的 YouTube 频道，昨天他已经寄给我说我可以分享什么多少的利益哈，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就是怕有一些著作权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原来就第三方他们的不开心还是怎样，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要那个可以分享利益的这个交换的条件哈。好，那而且呢，在第5期的课程结束之后呢，我还是继续把那个自弹自唱的藏文歌曲上传。那很
多学校吉他社社团的年轻人哈，包括我儿子中和高中的和风吉他社哈，他们也很能够接受这样的曲风哈。因为有一天我儿子他同学都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哦，那个YouTube 上面有一个女生，她在唱上网歌用吉他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是我老妈，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儿子在吹牛，说你不要什么都是你老妈好不好？好，那一直到我去参加我儿子演唱会，他们才相信哦，那个真的是他老妈哈。那我觉得我很开心这样子的一点哈，因为如果我们正经八百的唱一些这个传道佛教的歌曲，可能他们未必能够接受哈。那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透过这样子比较年轻化的，好，我们可以让这个佛法哈，让年轻一代的人更能够接受哈。那我想这个也是利己利他的一个做法哈。那至少我觉得我儿子可以接受，其他年轻人一样也可以接受哈。好，而且呢，后来无心插柳的结果呢，反而是海外藏人的听众渐渐多过台湾的听众。好，然后很多藏人的音乐频道，他先订阅我的频道，好，那 YouTube 有个功能，他会订阅你的频道哈，那我再反过去订阅他的频道哈，那这样子的话呢，而且我还有打勾说，如果他有新歌就马上传给我哈，那所以这样子呢，我能够在最快的速度里面掌握这个藏文的第一首的歌曲，好，然后呢，不用像以前那样子，就是去买唱片啦哈，或者是在网络上Google 在那边一直搜寻哈，我直接呢就可以哈，最新的歌曲都能够一手掌握哈。而且呢，我很愿意尝试不同年龄的歌曲哈，也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曲风哈。那例如说呢，假设以妈妈为主的歌曲呢哈，其实就有3个哈，有3个以妈妈的歌曲哈。那比如说呢，我选了3首老中青3代的歌曲哈。那第一首这个是亚东他唱的这个阿妈，好，我们来看哈，他有原来的歌曲哈，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我的部落格，我们可以先。亚东很酷哈，他是康巴的汉子哈，那他唱歌的技巧真的是无人能敌哈。我们先稍微来听一下，我们听现场的版本好了，好，有现场的版本跟 MV 的版本。这不是对嘴的哦，好，不是对嘴的。这首好像是一首日文歌哦，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哈。好，那个我儿子又帮我做了一个 MV， 亚东版的阿妈。它有一个很得意的弟子哈，来看一下，它叫做空嘎哈。那空嘎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
女同学她非常喜欢公嘎的歌哈，好，所以后来我也找了很多公嘎歌，但是我找了很多公嘎歌以后，她就没有来了。好，那她的这个公嘎的歌也非常好听，我们先听她原曲的，因为我觉得从 YouTube 比较好听。好，那她是那个亚东的徒弟，好，我们来听她的妈妈，不一样的感觉。那这样一样的主题的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曲风。好，那如果依照2年前的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曲风都去尝试。好，那但是我觉得有磨练就是会有进步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那当然它的词意也会有不同。这首效果很好。还有成立一个阿妈拉文化传播公司。所以我想，我们未来可能以后的那个藏曲360的课，我们可能第1单元就可以开知母念恩的歌，因为这样就有3首，然后等下再凑一首就4首就可以开课。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帮我做的 MV， 跟风歌版的妈妈。先听他原来的歌曲，他真的很年轻哦。这3个曲风都不一样，但是都很好听。非常的美哈。那西藏的歌曲喜欢用很多比喻的方式哈，比如说用大自然的比喻的方式，然后来比喻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感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微妙微笑的哈。那如果同学之后来上课呢，我们都可以从上文的词义去了解。这首歌我唱不太好听哈，因为它前面很低，然后后面一句很高哦，所以有点痛苦的。应该是3首里面这首难度是最高的。
属于大陆官方那边的一个歌曲哈。比如说我们来看有一首哈，这首我们刚刚有唱过哈，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巴桑他演唱的这个《青藏高原》哈，但是我跟你们讲，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唱过哈，尤其是在大型的这个春晚的这个晚会里面，就是最常表演的西藏歌曲哈。那它的原唱其实是巴桑哈，她是这个女生哈，她有点像我们早期的邓丽君啦，就是那种军中情人的那样子的一个歌手哈。那她演唱的这个藏文版本哈，那但是后来有一个歌手他叫韩红哈，他非常的聪明。好，他就去买下这个所有演唱会演唱这一首歌的版权，好，还有天路跟青藏高原的版权，好，所以后来很多人会以为是韩红是原唱，但是其实并不是哈，其实这个巴桑才是原唱。那我们先听韩红她唱的中文的版本，同学一定听过哈，我们星光大道也有人读这一首哈。另外一首《天路》哈，但是《天路》我觉得它政治的味道稍微重一点点哈。那虽然我认为因为不同的时代的背景哈，因为不同的政治的这个关系呢哈，你要延续文化的传承，本来就有很多无奈跟牺牲哈。但是我还是会避免掉不必要的纷扰哈，因为在现在比较敏感的时刻呢，我还是会尽量避免掉比较官方色彩的歌曲。好，那这个是巴桑的原唱。哦，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哦，非常的可怕哈。同学自己听哦，很厉害的人。我有去那个山海山唱片，特地购买这卷专辑哈，就我发现没有几首可以唱的哈，因为有很多真的是有点像毛语录哈，那我就不方便唱它哈。但是其中有一首我自己很喜欢哈，因为它让我想到我可爱的小孩哈，所以呢，我很喜欢的是这一首哈，它有点像我们藏语版的《星星知我心》哈，那它非常的好听哈，因为它的歌词会令人感动落泪哈。另外一个歌手的 MV 里面哈，它叫做这边
雪糕哈，那他的歌里面刚好有这个字幕哈，所以后来就可以顺利唱这一首歌哈。所以后来呢，我也有把它录起来，看看在哪里。好，他这首歌其实是描述说，骨肉分离哈，就有一天小孩子要离开他的妈妈，好，然后他妈妈希望说，虽然逼不得已要离开好，但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相聚，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刚刚